网页链接。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常用字2500字。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简称甲表，是台湾于1979年出版的常用字和字体标准，内收4808字。不收简字索引：1. 竹撇已绝。2. 头人二入八鸠逆兵及砍刀利包比方系时补节长某右。3. 口为土士虽系大女子棉寸小汪师草山川公己金干腰广引拱一公祭山吃。4. 新歌护守之铺文斗金方无日月月木欠直歹书无比毛是气水火爪复摇半片牙牛犬。5. 玄玉瓜瓦干生用田匹床剥白皮抿木毛史实是柔和血力。6. 竹米蜜佛网羊鱼老儿雷耳玉肉陈自制旧蛇喘周更色草呼虫血行衣亚。其剑角岩骨斗使至背赤走足身车星辰绰亦有彩礼。8. 进长门复立追羽轻飞。9. 面阁为九阴夜风飞石首香。10. 马骨高标斗唱阁轨。11. 鱼鸟鲁路卖马。12. 黄鼠黑。13. 鸣鼎鼓鼠。14. 鼻旗。15. 齿。16. 龙龟。相关文档。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更正是笔画是那一行。更正笔画是那一行。倒数第3个字斗应该是念斗，不是斗。斗的话那是简体字那个读音，很容易搞混的地方要小心。